晚上吃火锅，普遍是青菜啊，咱家一家人一人一盘肉。祝你们节日快乐啊！儿童节快乐！这河阳快吃饱了，看这又好了，吃吧。那今天我们去自助餐了。嗯。还有虾条。放点泡椒搁里。我们的锅呢？你要什么？那个葱哪去了？什么葱？就那个爆米花桶。你别吃爆米花，你吃油。吃果冻啊。吃饱了，给你个手机看吧。不看手机了？那你去玩吧，那么一个小朋友。超多麻酱。咖啡啊，谢谢。先从我们这个机器。放点料挺好。但是它锅底不烂。大家知道后边有个淘气网吗？去玩吧。看有没有人？没有人你就回来啊。小便。我陪你走。我马上